来看今仔透早5点外，台北市哦，有公车甲轿车相撞，一个30外岁汽车驾驶经过台北车头，可能是为着要闪一台要驶离开车站的车哦，去弄到另外一台到站的公车，准备要落车的乘客有人跌倒，警方嘛已经抽回要检验讲，看这个汽车驾驶敢有食酒还是食毒。公车停伫咧车牌，人客伫咧落车。这个时阵，有一台黑色的车，速度正紧，向弄过来，去弄到公车的车尾，过差一点就弄去人行道。听到外面砰很大一声，听到那个救护车的声音，我才跑出去看，那看到就是救护人员过去。公车的钣金互伊弄害去，这台黑车引领挂也弄翘起来，弄击的力量正大，民众拢惊一个。救护车到现场，将这台黑车的驾驶送病去。叶面弄掉伤，卡手切伤，后加载过3个人。向右变换车道至肇事地点时，前车头撞击于公车停靠站内上下乘客之迎大客，后车尾和肇事。车祸发生的所在伫咧车站座台北车站外口。警方初步调查，34岁姓张的驾驶，20透早5点外，驶做行政院头前的地下道，敢若是为着要闪一台公车，电动机弄到另外一台公车。要若是毋是有酒驾加毒驾，也怪抽回检查。在下乘客大约10秒左右吧，那就有一台宾士撞到我们的车尾巴，车上乘客大概有7位，那就乘客是有被吓到，就后门下车，刚好被撞的时候，有一位就被撞到跌倒。机运业者讲，代志发生迄当阵，车顶差不多有7位乘客，也接到通知讲有人落车时阵绊倒。经过初步检查了。目前车的电力系统无问题，初步估计车的损害维修至少要50万，将会要求对方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